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门西草，东西南北乜界是草。今晚啊，虽然我讲清楚二行音我未行音，不过我第二热爱韩国人讲，其实来年前多年错冇。係啊。我講啊，講自然啊，哈，嗰是訓練啊，哈，訓練的自然人啊，哈。我媽媽是尿片人啊，我家婆是海洋人啊，我婆咪海洋人啊，啊，我都不卡講自然，啊，就阿公嘅法講自然。也就是特殊嘅台灣嘅客家歷史吼，無強用習慣嘅研究來到鴉片吼。我啲本選老師，我記得你每青島也到台灣島內辦來辦去嘅經驗，係有冇？我祖先算係尿片，啊毋過咱講嘅客話係太普強嘅客話，嚇啊！此時候就搬來這個台北，嚇啊嘛拖南投黑個，哦，所以啲經驗啊當複雜。係啊，實際上來講，複雜上係研究嘅頂好嘅題材啦，嗬。所以了解係你台灣嘅客家歷史，其實有咩全中國、全世界有客家嘅歷史。今日你做到了，先來大家探一下台灣觀點嘅客家嘅歷史、客家嘅新形樣版。首先係唔係請曾輝你來說明下你對台灣客家嘅形成、你嘅看法係樣版？先講台灣客家，台灣客家，可能在對華南的種法，中國華南，我有的用國語講個清楚哈。我可能先從華南的客家的形成，可能先講會比較可以帶到台灣的，因為我覺得是不同的軌跡哈。然後以前的客家大家都覺得可能是羅香林所說的哈，是五胡亂華的那個有悠久的遷徙的歷史的。那可是我在去嘗試了解客家的形成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其實，在很早期的文獻當中，我們看不到以客來說一個方言或是一群人的那樣子的記載，所以這就讓我覺得很奇怪、很納悶哈。然後想去了解華南客家到底是怎麼形成的，然後根據我的從文獻的一些爬梳哈，我就大概是會把那個整個華南的那個部分，我會分成一個像閩粵贛，大家都知道嘛，它是比較是講客家話，我們大家認為它是中心，我是把它稱成中心客區啊哈。然後在他們其實在大概明清的時候，因為可能那個遷海復界啊，然後還有一些人口的一些增長，那慢慢的往那個粵東的沿海或者是珠江三角洲移。然後我是覺得說，在外移的這個我把這邊當界外客域哈。然後就是他們這些人移到這邊的時候，其實在這邊的很多人是講廣府話的人，然後他們在這邊因為他們的方言不同，他們的身份不同，因為他們是流域，然後他們可能是耕佃，所以當時發生了很多土客衝突。所以我認為客家呢，不是一開始所謂的五胡亂華慢慢從中原南遷哈，它其實是從這個地方因為土客衝突，慢慢的形成一個它的一個意識的分別哈，然後慢慢的再影響回去所謂的中原客區。一種周邊客域哈，發生按嘅族群接觸，多轉來影響中心客域哈，也事情係差唔多那樣事。差不多係19世紀中葉啦哈，從個文獻可以看到，差不多都有幾多個客家嘅知識分子開始為到給客家做一些溯源的動作哈。他們溯源的主要的內容就是說，我們的祖先來自中原，加上當時其實西教東傳，然後很多巴社會的傳教士也幫忙溯源。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幫一個客家做了一個內容的一個挹注，其實在當時回到差不多在明清之際的時候，到要轉到民國的時候，
其实当时的中兴客剧也去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其实，在19世纪中叶以前，没有看过所谓客的记载，也不会以客为自称。可是，在19世纪末期的嘉应州志，它就完完全全是以客自我诠述，然后自我去论述他为什么是客剧的中心，然后甚至从这边再发散。也事情很样板，样向台湾。样向台湾哈，其实。我觉得啦哈，我感觉台湾有无一样的发展啦哈，因为台湾呢，其实伫啦哈清朝啦哈、日治啦、战后，我也是感觉大家都以为说客家可能是过旧的事情，不过对台湾人来讲，其实以自称为客家，其实我研究来看哈，迄战后那开始的，其实日治跟清朝都没有自称为客家。所以它的影响呢，如果要讲影响的话，在19世纪有给西方人哈，因为台湾开港，有西方人带入了客家呀这种说法。可是以迄用法呢，各种客家各种刻板印象来看台湾的客家，所以他们当时对台湾客家的记载也说他可能北京官话，或说他有很久的迁徙历史。可是那个其实都不是台湾在地的观察。不过有趣的是说，他们那时候有注意到，就说原来台湾的另外一个族群叫做河洛，他叫另外一个说客家话人叫做 K 郎，所以其实可以清楚的反映，其实在清代的时候，民间的汉人的族群分类应该是以方言分的，所谓的以福佬方言来说，就是河洛跟 K 郎啊，当然客家人可能是自称为行语这样子，在19世纪是这样啊。日治的话，我是觉得可能是日本政府。他受到西方影响，他就知道台湾有一群说客家话的人。日治台湾很有趣哈，它其实有一个从哈客客家，然后变成广东人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一开始是受西方的影响，认为说这一群人说客家话人是哈客，一个口字的哈口字的客，或是客家也是口字的客。可是他慢慢的看了台湾的一些实际的状况，或是一些旧惯的调查，他慢慢知道原来实际的是福佬跟客人。然后慢慢的再看一些方志、一些文献记载，他就把说客家话的人称为广东人，然后说闽南话的人称为福建人，然后或者是称为越族，或者说为闽族。慢慢的在日本统治时期，他们就成为哈客变成广东人，这是日本时代可能受到华南客家的影响。啊，战后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战后就是直接就接受了华南的客家的自称，大概是这样子。薛老师举了2次牌。十分有意见啦，两大方面的意见啦哈。讲以客家，一听到中国话，就给老开始讲过了，也是一种当太传统的那种太中国的主义啦哈。因为我个人的看法是用台湾意象、台湾的客家意象来讲台湾的客家。故所呢，我甘愿用形成、风名安尼概念来代替缘起安尼概念哈。也我等下我上再从伊讲说明啦吼。第一点林小姐头家讲法可能多脱解这个词啊。个罗老师邱老师做起那个著作图案要多少有提过啦哈。我指导教书、小教书都讲清楚一点啦哈。我因为都我博士论文图案，我要当创的一套的总结的写嘛个呢，写个传教士啊。1870年代来台湾传教的传教司机啊，都会邮寄，嗰期啊，都会个传教的记录图案，主动清楚。写讲台湾至少有2群人，一群人按照阿妹，冇做河洛，你一群人做按照客家人，英文做按照 HAKKA， 今日都抢高以前比啦。也行到那 HAKKA 都客家意思，叫什么20K 唔20K， 脱离何在呢？林小姐说立刻回答我 ，HAKKA 做有20K。林小姐说立刻回答我
HAKKA 种也有2只 K。你应该了解，如果那时候还是要回到华南呐，你应该广府方言的那个称法，哈卡，呀吼，怎么会有2只 K 吼？呀，碧麒麟啊，碧克林吼，讲咧动清楚啦。HAK 就黑啦吼，黑呀那就是陆生字嘛，陆生字的字为就八达杠，或者 PTK 嘛吼，故做呀 T 只 K， 呀只 K 又做咧做声母音，就迄嘎。故做 HAKKA 呀2只字表示讲，19世纪中期来到台湾的传教士董清楚，客家除了演出名之外，就2太强的汉人，汉的汉人啦吼。虽然讲外地人也唔知道讲客家人的汉人啦吼，客家人加汉人加百几廿帮人，把宋朝以后佢就是加到见啦吼。唔就算讲唔喺到华南来吼，而家冇一天咧做正统的客家人啊，係咩正統嘅漢人啊，唔可能也客家人啊吼。人睇下國採做教育吼，去個睇了很多擺，咪考察過很多擺嘛。過一隻山頭就一種學法，過一隻山頭就一種學法。唔講龍岩的客家體系，我冇騙，所有客家話我知道只有2隻字相同。假使一隻法那種地方又要2隻字，人就講嘅學法，一隻係乜啊？嗌，另外一隻係麥街，哦，假使人法地方用嗌，麥街叫做那學法，其他呢全唐模。係望係呢隻咧未演點出來，只係係唐模啦。嗰種係知道啊，一非常體常問題嚟講啊。林小姐頭下講，研究台灣客家到湖南嗰邊過來，1933年羅祥林開始寫嘅個語文模書，咪個客家研究討論，又讀到也戰後吼，也2篇那個開設2篇那個政治嘅觀念吼，個書啊兼來兼去，又拿到書嘅編下白。比如講吼，沒有你咧就騎樓陳差洞景山啊吼，這個5大遷徙說，佢就拿來編6多，又編7多，或編8多，又編馬多多。然後呢，個羅祥林講，客家人有7大特質，哦，全部搬過來。啊，搬過來以後呢，哦，又是變成一種嘛集體想象。假使我係客家人，我就一定要質樸哦，我就一定要硬頸哦。羅祥林所了解嘅客家吼，出佢中國人佢本來都講是廣東各地嘅客家人嘅了解又太不相同哦。我認為講吼，研究台灣客家就台灣客家嘅現狀 status 嚟研究啦吼，所以我比較主張啦，就講一句貴語啦，用形成來代替這個溯源啦哈。舉一個例子來講啊。1996年代啊，台灣出現很多人，佢票很多嘛。我拿客家人嘅票多得係嘛，男嘅也愛，女嘅也愛。這樣子的人，比如講唐崇嘅桃園一個吳湘太老嘅建議，講嘅客家人精神，攞硬頸精神，係嘛？而家講到硬頸啊，前一步又唔你買你個拍嘛個硬頸石頭有樣，有硬嘢似個千貨樣啊。硬頸，人家就從細到大都自己讀書教，硬學唔通話，伊個罵人的話，而家人去個談到罵人的話，很沾沾自喜啊！知道人家都講，談到硬頸精神，我知道當雕的，在外看了就癲的對。故說謝老師，應該意思就係講，台灣本地嘅研究嘅重要性係超過。總結華南嘅研究，而且冇必要都會過來，舉個小小的例子啦啊。等下我想講，楊先生騎樹。伊講咁多吼，太有也遺錯了，但是條有講嘅個硬頸哈，呢兩種詩呢是1987年哈，我哋判決講咧客家風雲插寫時哈，我嘅總編輯啊，陳文和哈，佢用嘅硬頸兩種詩啦。後來按照台灣文學家鍾肇政哈，佢又寫安樣嘅詩哈，大家有一度嘅討論哈。你講咧最早講硬頸嘅客家人係有硬頸精神嘅是陳文和啦，我係補充一下。
好，加吼，太协啊吼，就讲个呢，讲硬件对硬件有批评啊。硬件吼对种诶各位人吼关心人啊，讲硬件是唔好还是唔错。不过天天都讲吼，硬件係講有隻批判性的精神啦。而且有隻批判性的東西，頭擺都行人認為講吼，哎呀，較唔好哈。不過咧，你面對安尼社會嘅時候，當然有安尼心情啊，來處理啲事情啊，然後有隻新的民族、新的文化、新的力量會行出來啊。來，我一個回應一下哦，因為明明啲咁罵人咧，反而記得你嘅如何哈。cái Phùng Siêu Chuẩn thấy cái đi kia Trung Quốc的太六年这个番茄嘛，反正有大陆南京去做田赋嘛，佢下過500書，天赋詩，佢都教嘛，其實都給裝啲天你就來，佢杜方明明確確的下10條，實該打10條，我反正有10條，就一定要打，鐵條嘛個，不經田主。要打要鐵條，鐵條嘅嘛硬頸不輸高 ，OK。不過我意思是講，好，就算啦，有多年都總會改變過來啊。太監咩啲硬頸唔係就好事啦，嚇。如果都針對硬頸有兩條字來講，但係嘢唔係重點啦，嚇。重點喺度呢，嚇，藝師度嚇，我討論台灣嘅客家嚇，像各位告訴。大家都學校教書啲有大框那個、小框那個嘛，有個縱觀面，有個橫觀面嘛，來看嘛吼。啊，不過係講係真偽也好啦嗬。當然做唔到講單飛條講唔可以講嘢，只講嘢。但是就台灣嘅現場來看嗬，藝術都嘢係一層一層的貼起來。一層一層的貼起來，不管佢嘅民政時代開始貼過清朝時代、日本時代、國民黨時代都有民主時代。然後從嘢貼嘅啊，不管20年嗬，假如20年為一個層面來講，貼很久啊，頭都未貼下來，冇得也未響貼到頭啊。佢杜方嘅內容，各個地方啊不盡相同。頭家陳教授都講有提到啲黨創業嘅概念啦，嗬，也就是過去20年來，嗬，台灣人客家人，嗬，一出都講黨創業嘅東西，講牽着精神、牽着意向來推北客家都要到發展出去，結果牽到哪了？就我老師嘅樣子呢，就牽到移民。啊，當然人講法嚴重啦，哦，我講嘅風雲測試啦，當然呢個移民好，嘅北部嘅客家人，啊講咩係頭分200嘅啦，都討厭。啊，同樣客一移民變到全台灣客家人共同嘅信仰，但是我咩苗栗人，但係苗栗4年我們就拜過移民啦。係上一出都叫南部呀，王先生嘅南部來養個吊絲啊，那麼養片你根本就冇你啲吊、啲白案嘅東西啊。但是我們知道，一條路線邊有隻苦心，如果我請隻東西，如果涵蓋，係啦，然後又請到隻同法，一啱嘅話，係啦，基本上意思就係講台灣本身嘅synchronic嘅研究係較重要嘅啦，嗬，了解。對，呀吼，這個政府講嘅也係雲峰講嘅吼，啊客家人嘅精神冇咁強，按雲峰講客家人可能唔係漢人，啊唔過咱大部分嘅客家人吼，長期係相信咱係正統嘅漢人吼，這為羅香林來啊，忽然間有安尼講法，當多人可能冇辦法接受啊！羅香林講啊，證明客家人係唔係披薩講嘅非漢人嘛？按尼研究了半天80年，佢講客家人講自家唔係漢人，你一般人沒辦法接受啊，怎麼辦啊？我知道我對曾慧賢嘅博士論文嘅了解吼，而對頭下雲峰講一種嘅研究方式，其實冇其他嘅政策錯誤，你可以補充一下冇？
我先讲，吼，我规倒吐书哈。我是感觉啊，就无乜个差异啦，吼。啊，因为他就讲啊，嘛唔要溯源啦，哈。我写个论文嘛唔要溯源，我主题迄形塑哈，要去了解客家用的被形塑，包括华南还是台湾哈。他台湾呢绝对唔係同華南呢跟他同一個那個，他有自己的脈絡哈。這個可能你那部分可能也幫我補充看一下哈。然後還有就是說，關於您剛剛講到那個西方人19世紀西方人提到說台灣呢有客家跟後洛嘛哈。我頭有講到了哈。我覺得那個其實就是因為受到華南的那個客家的知識觀的影響。因為我們去看台灣的一些西方的文獻記載哈，它其實在開港之前。它從來沒有哈卡這樣子的一個詞，它是開港之後，因為華南也有這樣子在稱呼那個廣東三明系其中的一個方言人群，啊，西方人來到這邊也把那個知識那種認識的概念帶到台灣，所以你很清楚的可以看到19世紀開港前後，他們對這一群人稱呼是從閩粵移民稱呼變成哈卡。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不能因為看他們寫在台灣的哈卡有多悠久的歷史，它的歷史就是我覺得那個是因為受到廣東華南哈卡知識觀的影響。因為元豐他從事嘅係比較接近當代的社會科學的，實際上正會論文的後半目前已經是專書了。沒講清到1980年代以後社會運動促成的結果，不過姑且將也看作係一個歷史學的進度啊，一個社會科學或社會學的進度。這樣分也許可能是兩種唔同樣嘅研究嘅進度，唔知燕貴營養板塊。其實啊，我看兩個推台博士啊，在討論冇不同事件呢，對客家嘅叫說明啊，吼，我只本身當上問一個問題，做乜會有客家研究？尤其係客人做嘅客家研究，做乜解會有？看到兩件事情呢，是看到講不同嘅標準、不同嘅時代，客家研究其實係只書寫嘅抵抗。書寫的抵抗，1933年，羅陽林客家研究討論係累積19世紀甚至於18世紀，喺那早以前，客人討論客家身份嘅一本書嘅總結，喺呢總結到1956年嗰重新寫過一遍，喺那把所謂韓族嘅本位咁樣嘅出版，喺另外一個推台博士，佢看到嘅係1982年代以後，台灣嘅客家、台灣客人2萬人堅持客家嘅存在，所以我認為講，兩個觀點就冇咁錯，兩個係不同時代嘅、不同地點嘅客人看客家嘅身份。所以講，你可能是影響大家討論呢個建構論，係安樣麼？我感覺燕貴講嘅有一個動唱咗，日本人講我啦，五次南遷五胡亂華，不過當選人，除非很多學術界當選人知道，你係講法係羅香林寫嘅，是1930年代書寫出來一個作品，一個書寫出來客家人看客家嘅一個方法。按80年後看客家方法冇共用，方法學冇共用，材料冇共用，更多的歷史材料出來。不過當人唔知，你談到了五次南遷，認為了是盤古開天闢地以來的自然的講法，這是兩清代嘅一個重點，所以這變成不容挑戰的，因為佢唔提供兩講法把人寫嘅是1930年代書寫的一個產物，所以是不容置疑的。那如果他聽到有新的講法，覺得
很难受，因为那个是他不知道那个是一个书写的哈，要那个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就有的一个讲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要讨论的。我想先谈一下王先生。他挑起的战争，马克龙安将那是自我感觉的。他赶紧来给我安将歌咯。康熙60年，主义归时间。乾隆51年林双文事件，客家人南北客家人各建功一次，人得到乜嘢？南部人得到中医师人，北部人得到移民也没有，平埔族得到乜咯？8800架的反屯体。新中央民国40年到民国70年，每一届某一届人联谊。新竹市跟现在新竹市，迄今得做6届。苍松柳做3届，客家人有得乜咯？方正中不得不承認講客家人很多好鬥牛毛三角嘅階級王先嘅，冇得講這個硬頸啊！到今日啦吼，咱唔講硬頸，硬頸係你相對嘅，唔講硬頸是係對硬頸係對咱們人呢。時先用有啲人對革命黨歸硬呢，但是對某一種人歸人呢。马克龙安讲很难定义，卖了客家人也定义不出来。平埔族有属番，家里也有商番，不法律名词是有法律文书的个做啊。俺哋有嘛啦？有讲不见得客人呢，俺嘅意思啊，冇得个真呀，就乜个硬唔硬，冇乜人都硬啦。老实讲啦，硬唔硬相对嘅，我跟對抗唔可能，因為我歸啱我，但是佢係太昂頭嘅大位一樣行，啱嘛個答對咯，對唔自家嘅感覺唔免自家講嘅，講唔寫乜嘢講唔講，唔自家拿講啊自家啲佢啊咩樣係真慢講哦，客家人老實講你按到10年了，有一個冇平就講喜歡自我感覺良好啊，乜個事情都冇做。客家嘅形成，對頭腦當個香港是研究啊。好了解。正橋嘅那個相似按個呢，按那對帝王堂號研究啊。按外向元豐微博啦咯，來。安尼羅老師真了解我。頭家林老師講到就重點，就講1933年以來吼。也不管那位客家人是输入给样相，所谓的集体意识、社会记忆，所以呢，它就会容易变成一种集体的传说，然后它就会容易造成一种研究上的习惯。就头家王先生讲啊，研究人要奈来呢，我头那当我开始来，我中乡奈来，黄乡奈来，我城乡奈来哈。那罗老师是亲黑冤呐，给。房龙路的杜台北哥、杜方友给他铸钱带落去安尼，给传票啊！其做的证明给我讲，证明都中国大陆来，但是其他的，我无按确定哈，我跟硬讲的东西，研究在标，就纯个集体意识重要。你的集体意识里面有讲到，客家人的强强、硬讲，一推传一推，一推传一推，一定要有进旺，一定要地书有头水有年。以下族譜，結果寫出來族譜哦，騙人咧，我就唔敢講，人家搞不假啦哈。各位看清楚啊，我看有看到啊，歹勢啊，呀，騙人歹勢講啦，從下中央啊，新竹縣啊，10本有8、9本，差唔多都係安尼哈。嘉慶8年，我看嘅樣子唔一樣啊，除非有當頭錢啊，可能係唔講嘅，8800個本多嘅啦哈，就派人去中國大陸。凭證去抄一本族譜傳來，各位看好來啊！個攝影機
哎呀，祖先哦，唐朝时代银行的薛伯起，给个位数哈，原来开始个十百千万，4、5、6、7、8。头低啊，天上原来唔离妈命，孙的唔离妈命，但是头让我低啊。也怎么会有安尼东西？也唔只有咬卡安尼啊，人家都专去个延安啊。哦，零11浪啦，零4000浪啦，零400浪啊，系嘛？罗11浪啊，我说诸如此类啊，你啊，哦，怎么没有安尼浪？罗香林都读家客家研究讨论读完讲，也年头时代改名，哦，再一次想要企图证明，他赶紧就会中年来了。但是，伫最近对沙族的研究，也种用人用数字来代表一个今的世系表，系沙族的习惯，佢全部系个十百千万年。嗰種有係要嘛200浪啊，哦2到10浪啊，佢可能也同樣嘅沙族人，沙族人唔係中年人啦啊。好，嗰個都中國大陸假即使鳥開都幾多來啊，你也唔是香港嘅嘛中年人啊，同樣反嘅啦，都幾多位反嘅來到做反太王啊。同樣的東西，我跟人英語基本上我討論的重點喺度呢。台灣客家的意象，貼着我英語說像羅高樹以前也研究過，林老師嘅研究，邱老師嘅研究樣啊。一種研究係都提講最遠無馬太太意思，嗰時最遠啦，而家都可能會對到廿億啊，全台灣啊，唯一一件見證秦始皇帝吃香的地方，也秦始皇帝吃香啦。其實秦始皇帝擺40箱本青菜線啦，一開始較早一年日本人先一箱盤。講盤絲呢有水有米有鹽，嗰一開始香盤，嗰個地基以後都改唔得嚟嘛嚇。嗰個香盤呢個啊，睇下地講哦，要歡迎黨有數，大把就很去香啊，那香，啊，就變到水飯嘛。後尾呢就香就片一箱薯正常的薯啦哈，薯家雀的薯啊，有醋有鑊有米，哦也好香。佢做按薯佢唔可以一樣啊。元豐我了解人嘅意思，一點係第一，族譜地擺都當多東西唔係正確嘅。對。第二，就算佢嘅正確係實際上可能有原住民、少數民族嘅血統到地擺都唔係正經嘅漢人，人嘅意思係咁樣嘛？嗰種我一句話做廿一團嘅結束啦嚇。假使高比對這個一個祖先有興趣啊！拜託，較用心去寫假措施，唔好再去編族譜啊！你編族譜好好教教啊，一推偏過一推啊，好唔好？按這些各位謝謝。對啊，元豐哈，因為人家族譜講人家，人家祖先哦。薛老師嘅講法吧，太普人教書啊，正係田美龍做美龍鎮八卦鄉調查嘅時間，碰到嗰個困難，有些人。唔敢講，我講樣個咯，同人都係相同嘅咯，人都係樣個咯，我同阿爸冇共相啊，所以都北佢嚟。如果相換咧，結婚嘅地方屋沙站萬丈嘅堂下貨房做啱電腦啊，阿姑唔係咩，係咩個學生唔嚟人咯，我主要人咩，我哋對咧本來咩係嚟啲啊，我都啲係咩。啊！學生唔歸鄉，係鄉本咩？阿姑，唔係講鄉噃，要起碼阿姑，阿爸跟人上鄉係起阿姑做得嘛咯。所以都北佢嚟，3代人走路講，所以你的鄉同你的名啊，全部無所謂啊。你本法講無所謂，係鄉王，係老太鄉文。我同佢嚟講，唔切到名，看到鄉文咧，冇同佢名喎。蒙叔伯係咪？前叔伯嘅，我哋生活咧冇係命，滿前出往來，冇法咩？各人嘅命咩？3代人走路講是嚴字俾人點啊？你
啊，某一行，如说我从真爽，人家讲我可以真爽，你有底下人如果送他1000台、100台，真爽的咯，冇骗人啦，冇你慢我就真爽啊！安尼如啊吼，像我嘅公太嘅阿爸話，比賽方式圓肉公啦，豬排方式圓肉圓劍，原料用啲圓劍圓肉啊呢。啊！佢俾槍，佢把槍鋪橋成本，咁黃連油嘅嗌公太，佢阿爸用變黃阿嬌咯。好嗌又唔咁險嗌個小方，我本來佢險嗌叫個阿狗，但係佢嗌公太嘅阿爸我做唔得。所以人家講嘅面龍嗰度啊，你數1、數2、數3、數4、數5、數6、數7，嗌到54冇嗌按命嘅。所以你喺人哋死嘅了，我請你按命提司法呢，唔免去個寫呢，唔乜嘅就可以去個寫，人家司法吧，好勢難做，面難衰佢嘅談人間寫嘅呢，唔喺死嘅了，人碌下順順呢，有個小姐過身呢，而人個每家呢，你嘛唔免按去個咩的呢，最後個2雜事啊、4雜事唔免按去個做嘅，要留本談人寫嘛。談起來，二樓元豐嘅講法，有青島地方咪做得接過來啦吼。不過我想啊，歷史嘅地方人都討論到也吼，我想一個問題問大家，就係講到底1986年之後吼，台灣嘅客家嘅對台灣客家嘅歷史有乜嘅影響？喺頭下人都冇特別講到嘅，人頭下一出就係講歷史嘅方面嘛，係咪？首先我想請邱教授，另外再請曾慧斌補充一下，好冇？今日討論個主題吼，當有意思啊，當重要啊，啊，因為我3點吼，我講清楚啊，想清楚啊。第一呢，因討論的是那個國家啊，那個地方啊，也講那個小嘅素材吼，我先搞清楚啦。你講中國嗰邊呢，嘅客家，嗰是漢人方面的一個分支啊。喺啲嘅東南亞，特別南洋吼，嘅方言遇到迄個位吼，要有方言要有5個邦群啊，有廣府嘅啊，廣府邦群啊，要有潮州邦群啊，要有嘅海南邦群啊，要有福建邦群啊，要有客家邦群。都講這樣，嗰是客家人吼，都講許多別的個國家吼，伊個是方言，但是也有分啊，都講冇共用嘅派呢，但是喺台灣，就是講族群啊，族群客家族群，都講台灣有多元文化有4個也講5個族群，就是講客家人也是族群。所以我意思講，第一點，我先搞清楚，因討論呢個主題呢，喺乜個國家、乜個地方嘅客家，哎呀，張師傅都好好嚟討論，第一點。第二點呢，講嘅客家人嘅源流嚇，客家人嘅來源，客家人嘅按你們形成啊，我認為是講。我用同心圓嘅理論來想啊，先估到吼台灣嘅客家啊3年下來吼，估亞洲嘅客家啊，有中國咧，也有別的國家。第三就係全世界嘅客家。你講客家嘅可能來源，客家嘅源流，嘅當中有大家去探討。但是最重要係呢，先探討自家嘅國家、自家嘅帶嘅素材啊，呢係第二點。第3點係講1986年以後啊，其實是第一次大戰以後嚇，特別係1986年左右嚇，台灣當道嘅可能社會運動嚇，主要是當道嘅社會嘅問題嚇。出現以後嚇，按照嚟處理嘅話，需要來發通呢個呢運動嚇，來處理客家問題。台灣嘅客家問題係有乜解嚇？按照嚟處理嚇，都需要台灣客家運動啊。同時是台灣有本土化啊、民主化啊，而7個嘅族群，7個叫啊，
孤独后呢，客家族群呢，同时是西台族群特别多哈，天一台的族群，但是也是少数族群啦，台湾嘅客家族群一方面要顾到啊，整体台湾啊，也要顾到1家哈客家族群沿着同多客家腔言都伫个想啊，我哋咪救台湾啊，另一方面我哋咪救7家台湾客家族群，特别是客家人咧嚟講咧，台灣嘅嘅客家文化，我參考嘅款咧，學術特別多嘅各方面嘅研究嘅研究途徑嚇，研究方法嚇。如果羅香林講到，其實羅香林他做有賴繼續嚇動作嚇，佢都有研究嚇。嘅羅香林是參考佢嘅東西嚇發揮啦嚇。後來喺台灣也有參考佢嘅。但是台灣哈，當多是用嘅個科技整合嘅個方式哈，那個有人類學哈、社會學哈、歷史學也有政治學啊，各方面那個科技整合哈，語言學啊，來探討台灣嘅個可能客家族群嘅個相關嘅問題。我去个屋下哈，爸爸是客家人哈，妈妈是河洛人。我爸爸那边，我公呢，是桃园新丰啊，向秀的。但是呢，我又来到中南哈，又接香火哈，香港广东福建嘅太平啊，但是我妈妈河洛人哈，我最近又提講，我家婆哈，又係桃園八德的。嘅客家人嚇，早安咧嚇，故說老客家腔樣啊，每一個人嚇，嘅個咧祖先很兩萬來嚇，發展多啲嚇，你可能記錄當重要啊，但是當感通啦嚇，嘅馮先生嚇，其實政治大學傑出校友。了解了，第3點就是北美1980年代實際上發生嘅事情，然後韓國邱教授伊本身對呀事情嘅觀點啦，吼，係唔係社會對呀方面族群論述上都在發生乜嘅事情？也因為跟着前輩係親身經歷啦，再補充一些跟台灣客家有關的一些我的看法啦，哈，或是一些跟歷史形成的相關的，就說剛才那個黃老師有說到那個，就是說其實大家都知道嘛，廣東跟福建未必都是等於客家跟福佬嘛，可是這個東西廣東裡面有客家福佬，福建裡面有客家福佬，這東西到日治時代呢，因為日本政府認為廣東人就是講客家話的。所以當時其實很多廣東福佬都被認為是福佬人，因為他們那個戶口調查的關係。所以很有趣的就是我們看到有些族譜哈，它會在所謂的潮州府上面加上福建省哈，這個也是因為當時的國家力量造成它的認同上的一些轉變的一些那個文獻的遺跡哈，這是我覺得很有趣，這也是跟台灣歷史非常相關的。另外就是我們剛才提到，就是說日本政府認為台灣的說客家話的人是廣東人，所以當時其實當時很多台灣的客家講客家話的人也知道華南有一群人叫做客家，被稱為客家。可是我們從一些文獻可以看到說，其實他們提到這件事情，他們提到說華南有人被稱為客家，跟他說同一個方言。可是從那樣記載可以看出來，當時客家對於他們來講是外來語。所以他們自認為是日本政府叫他的廣東人，要不然是民間習稱的客人、漢人，或是福佬人稱的 K 啦。這是台灣在日治時代的普遍的認知哈。到戰後呢，我們又從一些日記的文獻可以看到，台灣的原本本地的說客家話的人，他的意識轉變，像吳鴻耆的日記裡面就有哈，原本他其實是自稱客人。可是因為跟外省客家在接觸過程，他在自己的日記會把客人有時候改成客家人，就說其實你可以看到那個調適的一個轉變的一個很磨合的一個自我認定的一個掙扎的過程。可是很快啦，其實戰後很快，台灣說客話人都自認為是客家，所以其實戰後因為國民政府的統治哦，是客家
其实被注入的很多意识形态是罗香林整个被嫁接，就是中原客家的一个意涵，所以他们非常跟民族主义有一个连接哈。就这个，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些，其实我的了解就是说，因为你这样子，所以客家话慢慢的不是重点哈。它虽然被那个是中原客家，中原才是重点，客家话慢慢被隐形化哈，然后客家也慢慢弱势化。才会有刚才就说主持人提到的1980年代的还我母语运动，甚至接着跟本土化一起来的那样子的一个算是客家的社会运动啊。那样子的话，其实不管我们刚刚讲的罗香林的1930年代的，或是说我们1980年代台湾的客家的啊，当然这个1980年代之前的客家，台湾的客家其实是比较中原的。可是1980年代是比较在地的、台湾化的啊。其实怎么来看，我觉得台湾的整个论述，他们想要注入的东西，其实都比较偏向是建构论啊，哈，就是当代的说一群说客家文，他们怎么样去因应，然后因为自己的状况，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个转变，然后做一个反应这样子。我补充一下啊，重点啊，第一哈，中国这边的一个可能客家的一个渊源啊。永远是重点的，假如有不同的一个可能论点哈。罗香林是一种哈，房学家又一种，还有罗香林的是用历史学研究途径去探讨的哈。跟那个谢崇光哈，还有陈志平哈，也都要有讨论哈。简单讲，就讲，也都一个讲法哈，你也喊你个吵来吵去啦哈，我因为准冲啦哈，这是中国的一个客家。台湾那边哈，较重要的哈，就喺台湾客家嘅你们形成啊，你看咧哈，你讲各方面的人哈，大家哈来好好来研究，好好来天数哈，来建构。可比讲，台湾嘅客家基本法特别度哈，也就对客家人哈下定义啊。另外一方呢，马街客家人哈，马街客家族群哈，大家都合地啊。你像孙中山哈。迄每客家人吼有不同的一个论点嘛，但是用两个呢客家人的个定义的话吼，具有客家嘅血统啊，七个来吼孙的吼也讲吼，爸爸吼，迄是客家人吼，简单讲就会讲有新的个定义吼，新的个概念吼，还有以后啊，三位推台的教授还个学生哈博士。我还是简单问一句，1930年代甚至讲，19世紀以來，客家研究做嘅係講，嗌咩係客人？1980年代以來客家研究一直做嘅係，嗌咩係台灣人？你係表示乜嘅？綜合尤其劉兆基嘅講法吼，有較學術化一些啦，偏離實質有較遠一些。我用國語講啦吼，香港當初看電視人看唔到。我係到1980年南台以來，包括親身參與者像小高叔吼，包括我幾年啦吼，也還有陳老師在內吼，請吃多現場呀啊。我都沒建構論者啦，我們剛剛好是反建構論者啦，因為我們在1980年代之前啊，在家裡面講嘅客家話，無人知道講這個咩行，人家整個都客家同開發。對日本時代以前行到黑暗的啦，但是1980年代嘛會出現問題啦，就講搞嗰個生意咧，愛讀書嘅，結果唔可以講客家話，工程的所謂的講國語。也咱們離開台，是在我們那個年代，1980年代，當時是中壯青年的人，在座的幾位，當年有在役的人，會覺得驚心啊！這些正在長大的本來沒問題的客家人，發現腦袋裡面一堆中原思想，中原思想進一步就會被政治動員嘛。好。然後回應到剛才邱老師有講到一句話了，我係咪客家人變到後半門講我係咪台灣人？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東西，就是我的反建構，就是我要從逐漸是
中国来的客家变成我是在台湾的客家没错啊，那我怎么来的呢？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刚才讲的那个七信伯公庙在竹北的新社，在座很多位都住在竹北，都很清楚这个地方。他们的子孙到咱们4到7个行年啊，都客家庄说他啊，系嘛？今日咧出发伊讲7个咩行年咯，但是今日出钱佢冇来台住啊，都像我样啊，咩可能冇来台住啊？人家都追财啊，人家都来台住啊，咪要3兄弟，要5兄弟，系嘛？要按度哦，咩3兄弟来，都5兄弟来。係冇啊？咱們就全部人就係冇辦法珍惜。來到呀，就開始要回去。所以我意思是講，我們現在是不是在建構台灣客家是什麼東西？我們在反建構過去套在我們頭上的那一些集體意識。我們要重新去認識這塊土地上的客家是怎麼一回事，包括。我的祖先是誰？托卡斯。托卡斯啊，係嘛？咩都難嘅，咩都難。了解，了解。來，感覺今日安尼講東升起啊，唔講反建構論，那當然倆五次南遷同正統中的漢人係給安身立命的依據，啊，給因為倆是本質論的，就是存在那裡。但是今天啊，講幹嘛還建構出來？當然你們懂艱苦啊，給他安身的立命依據。頭班已講啊，係都總言來嘅，這個是什麼？唔關客家人的人格特質，呀，客家人的唔關係來源，呀係形形，他被當成是本質上就是有那個啊。懂得你們聽他講，這個係下族畲族哦，懂艱苦哦，你讓人家很痛苦的。好，小木大家做咧雜個探一下，不過今日時間是差唔多咧，嗬。非常歡喜大家來到時聞時操，非常歡喜啦大家共下嗬。雜個有機會，雜個咧東西南北乜解釋操。錯嚟啊！啊，拍死啊！我講真多，你又講嚟講去啊，講點樣黑人唔咩黑人嘛？係都唔咩開嘅黑人，唔咩中國嘅黑人，你講緊係專門嘢啊！你怎麼現在才講話啦？